今日講一講做沙薑雞。今日買咗隻雞翻嚟咧，就將雞頭、雞腳切出嚟，然後咧就將生薑同埋鹽整埋一齊，就用做一個鹽焗沙薑雞。咁我哋要將啲雞咧就先用大熱水飛一飛水，然後咧就放啲生油，生油係要放一個壓榨過嘅香嘅，就唔係普通冇炸咁啊落油啦。落油撈一撈佢，然後上啲沙薑粉，等佢啲皮同埋啲肉入味。油可以落多啲嘅，其實。今日可能做得唔係咁好啊，因為趕喉趕嘅。